大家好，我哋而家會分享翻一個指標，係同價格與成交量嘅分佈有關。好啦，我哋咧先撳入去技術指標呢度啊。當中我哋會見到僅限邀請，喺僅限邀請裏面，我哋選擇 Volume Weight Price Distribution， 撳咗入去，右上方會顯示一個表格，而呢個表格當中咧會分咗15個區。咁我哋咧會見到咧喺呢個表格當中咧會有唔同嘅背景顏色，紅色係反映翻係最密集嘅區間，而呢個啡色係反映翻高於 9% 嘅區間，咁而綠色嘅數字係反映翻當中現價嘅水平。好啦，我哋再睇埋旁邊呢度，見到有核心成交水平。英文係叫做 POC，Price of Control。好啦，咁我哋再睇下咧，呢個指標有乜嘢可以去調校。第一樣嘢，我哋係可以顯示支持位同阻力位嘅。而家見到畫面裏面有10個支持位同10個阻力位。如果大家想調校翻相關嘅支持同阻力位嘅數量，可以喺呢度自己調校啦。而家見到畫面就只有一個支持位同阻力位啦。我哋再睇翻剛才顯示嘅 POC， 亦都可以選擇係不顯示，又或者顯示嘅。咁我哋而家睇翻右上角呢個表格，咁應該係如何理解呢？例如而家畫面見到現價係喺第一區，即係最低嘅一區。跟住喺第二區、第5、第6、第9區都係顯示咗有一啲背景顏色，反映翻呢啲都係密集嘅區間。整體嚟講，現價係暫時相對比區間密集區間係低嘅，反映翻嗰個沽壓係比較大，亦都係阻力比較大嘅。睇翻另一隻。現價而家喺15區最高嘅區間，而當中嘅密集區就喺1、2、3區，反映翻而家嘅沽壓係相對少，亦都反映阻力係比較少噶。